the God of Jacob, whose love endures through generation. I know that you will keep your covenant.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Moses, the one who opened up the ocean. I need you now to do the same thing for me.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now. How I need you now. Oh rock of ages, I'm standing on your faithfulness, on your faithfulness.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Mary, whose favor rests upon the lonely. I know with you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David, who made a shepherd boy courageous. I may not face Goliath, but I've got my own giants.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now. How I need you now. Oh rock of ages, I'm standing on your faithfulness, on your faithfulness. It's your faithfulness I stand on, Jesus. You heard your children then, you hear your children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nswered prayers back then, and you will answer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were providing then, you are providing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moved in power then, God moved in power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were a healer.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Jacob, whose love endures through generation. I know that you will keep your covenant.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Moses, the one who opened up the ocean. I need you now to do the same thing for me.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now. How I need you now. Oh rock of ages, I'm standing on your faithfulness, on your faithfulness.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Mary, whose favor rests upon the lowly. I know with you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I'm calling on the God of David, who made a shepherd boy courageous. I may not face Goliath, but I've got my own giants.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Oh God, my God, I need you now. How I need you now. Oh rock of ages, I'm standing on your faithfulness, on your faithfulness. It's your faithfulness I stand on, Jesus. You heard your children then, you hear your children now. You are the same God. You are the same. 介绍大家听。不是那个29首，是29，是。到这，请兄弟姊妹摕起因的手机啊，检查一下你有开关机，还是开做静音。吼，咱唔好交叉着礼拜的停事，咱备办新的礼拜。后来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后来咱这时咱真正欢喜个一个进入咱的圣殿，咱要来敬拜着主你。一个礼拜久内底，不管你是欢喜、感恩，也是你忧伤、痛苦，咱拢会当伫主的面前，搁一个来甲主三角称君。咱伫要开始前，咱先来唱这首诗歌，咱大家拍手来唱啦吼，来，咱唱2遍半来。我唱哈利路亚，主是我命。我唱哈利路亚，主教我当行。
即时来，咱来共读一段的圣经来。上帝应该受称赞，伊毋捌拒绝我我的祈的祈祷，祷，毋捌互伊的慈爱离开我。好来，咱感谢着天父上帝，即礼拜久内底天气的变化吼，也有落雨，总是嘛有好天，也互咱伫咱的生活当中，因为咱倚靠着天父上帝，我毋知影你有用祈祷来感谢主的带领无？也是讲你伫艰难困苦的时，你有拿你的这个需要。你的艰难、你的忧闷交托伫主，也是讲你伫你的生活当中得罪人，你有伫主的面前悔改认罪无？不管你有你无，咱拢一概来到主的面前，过来祈祷、来感恩、来认罪悔改，咱做开声来祈祷。主，你是阮的上帝，我要叹气，再来求你来少年。天，我的天父上帝，阮搁一概大大来感谢着你，因为你每一天，你用你的慈神爱手，你来牵引着阮。主，你用你满满的恩典，你来压榨着阮，互阮伫阮的生活当中一无欠缺。主啊，阮感谢着你，虽然有时，阮真正阮的软弱，阮伫主你的面前，阮袂记要来感恩，阮干来记要来主你来求讨阮的需要，阮拢要恳求天父上帝，你来怜悯着赦免阮。总是天父上帝，阮知，搁较安怎？你让阮看做是你的至好宝贝。搁较安怎？你把阮看啊摕伫你的手掌中，你来疼痛阮，你来压造阮，你丰盛的供应着阮的恩典，互阮要需要的，阮拢来安尼来感谢。那主上帝，伫今仔日真紧的时间，半年你要经过啊！阮以愿来到着主你的施恩宝座前，要过来伫你面前悔改认罪，要过来伫主你面前来向着主你来求讨。愿主你互阮参与伫教会的事工的顶端，互阮有即种的快乐，互阮有主你来的智慧，阮会当伫遐教着牧者，教着阮的所有正当工，三甲同心合意来向前迈进。也互阮伫阮的生活当中，阮时刻用着主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帮衬，成做阮生活的准证，互阮无惊歪错，互阮当时刻来应神益人。阮会显示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来，线接咱要来做为着心情灵来祈祷。咱的主耶稣成做咱的灵，成做咱思想、情感、意志、身躯的主吼。咱将这一切交托伊，无论咱的拄着身体无啥爽快，总是这是咱人必经的。毋过咱要有信心来仰望着主你，咱会当伫咱的生活当中，成做别人的祝福，成做别人的精神的帮衬，然后咱会当家己伫咱在生活当中，咱所需要，咱凭着信心。向着主来交托，互主来带咱医治，主来透帮咱，主来带领着咱。咱为着咱的心情灵，伫你的身体特别啊病痛，你家己按手伫你的所在，咱开声来祈祷，向着主来求讨。主上帝，阮感谢，因为你是阮心灵、情感、意志的主，特别伫你是阮肉体的创造者。阮来感谢着天父上帝，你的创造，每一天真正是充满着感恩。每一天，阮起床，阮就讲主啊，阮感谢着你，因为你赏赐阮每一天真好的日子。无论阮艰苦，阮倒伫啥物，倒伫病床，甚至阮倒伫病院的这所在，也是阮伫阮啥物所在，阮拢总来要来感谢着天父上帝你的疼痛，因为你互阮的超出着阮所想所求的，你嘛互阮有这种的信心。当阮需要的时，阮面对着阮可能阮身体阮的经济、阮的事业、阮的家庭、阮的亲子的问题时，阮需要主你，互阮有智慧来帮助着阮来透放这事，也互阮有智慧来解决着了阮所面对的，也互阮有信心来跟对着主你，阮预备的脚步，阮就知主啊。阮拢总无摇绝，阮嘛无惊吓，阮坦然的来到着主的施恩宝座前讲，主啊，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主，你是阮性命的主宰，阮伫阮的心灵顶悬，阮搁一摆交托伫主的面前，愿主你施恩赐我，也互阮所有兄弟姊妹因着安尼得到饱饱的恩典，得到了饱饱的祝福，阮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煞接咱来为主的奉献。咱首先，咱要为着咱教会的牧师、咱的中职团队、咱所有正当工咱伫教会事工的推动，咱会当搁较顺序特别真紧时间半年伫要过啊，半年伫要过啊，所以咱会当伫个所在，到底教会运作好啊毋好？有需要改进啊无？咱拢需要不止伫干那团队尔，嘛需要所有正兄弟姊妹你的关心甲着带导。过来，咱来为着咱主日的守望咱60周年，咱有200万的这个预算的目标咱求主来感动咱正兄弟姊妹来认真咱伫较停咱的牧师来补充报告
啊，伫咱楼骹有一个表，咱大家通伫个所在来听，互咱的教会的事工运作更较好势。啊，过来，咱做伫顶礼拜开始就即个圣经共读吼。啊，即个使徒行传，咱又搁邀请所有的同工吼，伫每早去教牧师三个同心来共读。咱兄弟姊妹，你嘛当透过群组内底所分享的，你伫迄个所在来参与，互咱会当对着圣经会当搁较认捌，哈，成做咱的帮衬。好，刷咧，来，咱来为着咱的做第3区华山区来带到吼，区长、处于小组长有秀凤、琼代、嘉怡、丽煌、张平吼。啊，咱为着每一个小组长啊，咱互因做有一个好的心灵哈，因有一个疼的心来带领着小组的运作，会当搁较好势。也互小组内底的兄弟姊妹，若未洗礼，会当紧紧来洗礼，甚至坚信礼，还是小二的洗礼等等，拢参与伫即中间。也互上青的小组的囡仔。因伫过来念伊着许暑假吼，后一个学期新的开始，因会伫迄个所在有好的准备，拄着好的老师，伫迄个中间，互即细囝拢有好的智慧，搁刷落来，过来。咱为着咱复兴小组吼，有新生活的家庭，咱来感谢着天父上帝，或者新手爸妈吼，会当伫迄个所在用着主圣经的话语来教导这细囝，或者囡仔行伫主的道路顶悬，我相信永远无摇错，嘛会当得到了大大的祝福。所以咱为着即几项，你会记会掉，咱就伫这个所在同心开声来祈祷来。亲爱，阮的主上帝，阮感谢，阮感谢着天父上帝，你互阮的牧师嘛，紧紧来教会1年外的时间，甲着团队伫即个教会内底的这不知足进事工顶悬有真大的改变，也互阮大家还佫会当伫即中间，阮来适应，阮来调整有时可能还佫无够呀，总是天父上帝，阮求你，牧师或者团队大家拢有智慧。大家拢有信心同心合意，阮来向前迈进。若做无好的，也愿主你，互阮会当有一个好的调整的心态。阮愿意来学习，阮愿意来调整，阮有影来献上阮的感谢。阮也要恳求天父上帝，你互阮伫阮教会这事工的顶悬，阮每一项阮拢需要主你加做阮的帮衬，也互阮教会每一个事工伫运作的中间，拢有主你圣神的带领。阮需要天父上帝，你搁一摆成做阮的祝福，成做阮的光灯引带着阮，也互阮。教会今年所调整的这个牧区华山区，阮搁一届为因来摆咧伫你面前，互区长或者小组长，因带领着因所有的小组，互因伫这过程当中，不只是真具体的关怀尔，伫遐也要透过着经文伫迄个所在来学习，来操练每一个人灵性，因的家庭的需要，特别因这个华山区内底有一寡是新生的家庭，阮也要恳求天父上帝，你互因伫家庭的建立顶悬，因更加知我靠着天父上帝。我靠着圣经，成做因的帮衬，成做因的光灯，成做因的引带，也互厝内有细囝，因用圣经来教导着伊，互即个细囝一时到老，拢总行伫主的道路顶悬，拢得到了地父上帝你大大的祝福。阮安尼从今仔日，阮的这祈祷摆在你面前，也愿主你怜悯，你听起阮的祈祷。阮这时我若用主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正，因对你亲像天日，阮的日食，你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咧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免。
上主是我的快乐，我要唱歌称赞。伊甲我解救，伊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赞伊。伊是我列祖的上帝，我要尊崇伊。请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29首，啥人创造天甲地？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咱永远徛着同心压头来祈祷。慈爱、怜悯、信实、公义的主，你是万权能的天父上帝。我要大声来学乐称赞你，我要诚心诚实来敬拜你，因为你的名称作奇妙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爸和平的人君。天的万民拢属伫你，万民嘛拢要降服伫你的脚前来敬拜你。主啊，阮的天父上帝，阮恳求你来怜悯人的软弱甲背逆，赦免人的自私甲骄傲，因为人有罪，无行伫上帝的计划中，直到现今世界局势动乱不安，各种的战争对立，互相攻击，彼此无信任，已经失去了和谐进步的处事。主啊，伫即个末世，主你实行审判进程。求天父上帝叫醒你的百姓，互阮对困顿面中醒悟起来，也伫灾难的起头回转来归向你，互主你水的计划会通完全来实现。听阮的天父上帝，即时阮也要你来感谢。迦南教会伫你听的引带中，阮已经完成今年一半的事工。教会庆典60周年的活动中，你呼召一群忠心听主你的同工，愿意为主着磨，温群做工，伫每一个需要的事工顶面，献上因的温事，来领受你的恩典，搁通享受你的恩惠。主啊，阮感谢你。也伫这个活动中间，阮搁较感动的是众会友的热心参与，无论是为着事工的奉献，也是关心代祷，每一个人所投入的，拢是合一的行动，嘛拢是上帝所喜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也恳求天父上帝继续引带教会后半年度的事工、活动甲庆典，互每一个计划甲执行，拢下伫上帝的旨意。透过阮手所做的工来建立主你的教会，特别嘛要为着今年教会60人受洗的目标来祈祷，求圣神引带，互大使命的感动临到伫阮的教会，互阮来经历引带人灵魂得到救的喜乐。今仔日是总会事工奉献的主日，求主带领，互总会每一个事工推动顺利。参与的同工有智慧有气力，每一个计划拢是出自上帝的心意。所要做的工，互人得到福气，互主得到荣耀。一切所欠用的，求主你来供应，互主你的国度无限制，大大来扩展。只是求主你安静阮的心，静静来听主的声。圣神引带你的正经儿，互阮用信心来领受，搁互阮用信心来跟对主你的道理。照安尼去行，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求主怜悯，听我祈祷。请坐。这是咱三个来启应，启应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第7篇。就是诗篇19篇，
启应文第7篇。天宣布上帝的荣耀，用作传伊的作为。即日对迄日讲话，今年对迄年传播知识，无言无语，无声无息，因一声传到全世界。因的言辞传到天边海角。一声，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搭布边，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亲像选手踊跃走伊的路程，对天的即边出来，射到迄边。热气普及万面，上主的律法完全，互人得到新的快乐。上主的命令可靠，互无知识的人得到智慧。上主的诫命公正，互人的心欢喜，上主的教示纯洁，互人的目睭光明。敬畏上主着纯真，永远无改变。上主的判断真实，完全公道，比金比真侪纯金较贵重，比蜜比纯的香蜜搁较甜。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境界，守诫命就有大报赏。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求你赦免我无意中犯的过失，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互伊袂故意犯罪。求你毋通容阮罪恶管辖我，我就正做无通指责的人。袂犯同罪。一声，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愿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接纳。只是要来请圣歌队来学乐，所要吟的诗歌是《我心听候》。
即是咱三角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9章15节到22节。使徒行传第9章15节到22节。主对伊讲：“你去，伊是我竞选的器具，要对外邦人、君王甲以色列宣扬我的名。我嘛要互伊知，为着我的名，伊一定着受真济苦难。”阿拿尼亚就去入去迄间厝，甲扫罗还手，讲：“扫罗兄弟，你来的路中对你显现的主耶稣，找我来，要互你会当搁看见，搁受圣神充满。”随时有亲像迄难的物件对扫罗的目睭落落来，伊就搁会看见。伊起来领受洗礼，食饱了后，体力就复原。扫罗甲伫大马士革的门徒做伙住几若日。伊随时伫逐个会堂宣讲耶稣讲，伊是上帝的囝。听到的人拢着惊讲，伫耶路撒冷消灭求救即个名的，敢毋是即个人？伊来遮，敢毋是要掠信徒，甲因押去交互祭司长？扫罗哪讲哪有力，证明耶稣是基督，互住伫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无当辩驳。以上。即是要来请本堂的主任牧师、陈必志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证明耶稣是基督，证明耶稣是基督。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顶礼拜，咱有看到台湾的新闻在报讲，台湾5月份的出世的婴仔8千几个，无到1万人，所以台湾的人口一直在减少，所以台湾安尼一年的生育率也无法度超过到12万人，所以这是对咱来讲是一个危机。今日早起嘛看到讲美国总统在做生日，伊叫这坦克啊、战车啊，来白宫的头前来游行啊，甲袂输要甲人相拍共款，总是这拢互咱爱有一个警醒，就是这个世界的风波甲扰动变化真紧。但是咱咱当爱好好来谨慎祈祷啊！可能即个文革长老甲文心长老爱赶去病院去看秋红长老，秋红长老昨送病院急诊所以咱嘛为秋红长老来祈祷，会当平安肺积水，肺部积水求上帝看顾。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一直在扰动，总是咱要安怎来轻调主，是咱爱来知影，总是咱的救主，唯一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愿主耶稣会当伫咱的生活中间、日常中间、生命中间，诚做咱的救主甲愿望，互咱拄着任何的灾祸，还是拄着任何人生的风波，咱会当心定着轻调主。咱搁一摆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即个时刻也来为着秋红长老来祈祷伊送病院总是伫急诊的中间，也求上帝看顾照顾伊，也互伊会当平安无事，也会当有上帝神来同在。阮也要伫遮为着阮的台湾的后一代，甲为着世界的前途，求上帝你来看顾，因为世界一直在扰动、在变换、在真侪风波，总是阮需要有主你的话，需要有主耶稣，诚做世界的救主，诚做阮的愿望甲帮站。阮的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恳求、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顶礼拜是圣神降临节，咱同个使徒行传的第2章，看到彼得伫圣神降临节的讲道，有3000个人来洗礼。这3000个人洗礼，就是教会的开始。所以，咱的教会拢是所有的教会拢是对使徒行传的第2章42节这节来开始。要邀请咱大家做伙过来读使徒行传的第2章42节。因全心领受使徒的教示，参与团契生活，八饼祈祷。搁读一摆。因全心领受使徒的教示，参与团契生活，八饼祈祷。这4项代志。就是讲到学习圣经，小组分享，军队主耶稣，然后同心的祈祷，这就是一个教会的开始。咱顶礼拜讲到五旬节，圣神的降临，互咱有4项的礼物。头一项是口才，第2项是顶头生，第3项是有权柄，第4项是有积分。口才就是会当讲论上帝作为，顶头生是来军队耶稣的性命，权柄是会当来挖靠圣神的能力。
这份血当来迎接教会的复兴。这礼拜牧师原要来甲大家来分享，咱伫这个五旬节，近代的教会复兴非常紧的教会，这个所在是伫非洲的所在，特别是非洲的这个奈及利亚，这台语唔知要安怎来读咯，就是奈及利亚啦，这是非洲人口上济的国家，有2亿外，2亿外的人口，总是伊会当讲是即马全世界基督徒人口上济的国家，将近要1亿。然后总是因过去是真侪拢是即个穆斯林，是伊斯兰的遮的信徒。但是咧，因伫短几年中间，会当讲这30年的中间，奈及利亚因的基督徒的教会增长非常的紧。这有一地影片要甲大家来分享。这个影片呢是1999年，这个布永康，帮我按一下播放，声音。布永康牧师是一个德国的牧师，伊为着这个奈及利亚来祈祷交东伊去遐传道，总是呢受到这个政府的阻挡，所以到9年以后继续祈祷。1999年，这个奈及利亚政府愿意拨这个签证，互遮的布道团，所以因就有在走吗？影片没有在走，因就入去这个奈及利亚，去遐来报道。因办的报道会一场搁一场，伫这个国家引起真很大的震撼哦。相信这个影片是非常的珍贵，不是 AI 做出来，这是真正的影片。因为这个报道会呢，是将这的非洲的国家，这的信徒来呼召因来信耶稣，来军队耶稣。虽然这个国家真侪战乱，真侪腐败，但是因通过福音来。真侪人来归向耶稣，这是决志人数127万。伫无共款的城市，无共款的所在，这个当讲人做了亲像甲狗遐共款，人山人海。这是伫哈扣特港，另外一个报道会，140万人决志要来信耶稣。声音可以再大声一点，谢谢。好，可以。无共款的所在，无共款的城市，但是传共款的福音，讲共款的见证。总是大家人的回应，拢是要来信耶稣。这个宣教师布永康嘛，捌来过台湾。伫台湾嘛有办过一场烈火特会咱的教会江南教会伫遮有做转播，连续3个晚上，我们知道咱有参加到无？参加的人都印象深刻，上帝信心大来做工虽然布永康牧师是伫林口的体育馆，但是呢，所有全台湾连线，遮来报道。这个所在346万的人来信耶稣，咱看到非洲非常的渴慕耶稣，非常的期待耶稣会当成做因的主，成做因这个国家的主，因为已经伫战争动乱的中间，经历非常久的时间。
但是即马有人来报因信耶稣，所以因要欢迎耶稣，成做因的主，成做因国家的主啊。咱影片就看到遮就好啊，吼，剩几秒钟，但是咱看见上帝的大权能，吼，甲大作为，吼，伫即个非洲非常艰难的所在，但是来见证耶稣伊奇妙的作为。咱看到即个传福音，吼，是对使徒行传来开始。今日咱再去所读的即个使徒行传的第8章，福音就军队一个对即个非洲来的太监。好即个太监就将即个福音传到转去到伫非洲的所在，总是经过2000年，好，咱嘛看去非洲遮的教会，好，原来伫复兴。常常咱咧传福音拢会拄着困难，传福音上困难的，有人拢讲是爱钱，有诶是讲无人，有人讲是无资源。但是传福音，吼，其实毋是只有靠钱、靠人、靠资源。传福音上要紧是啥物？就是福音啦，吼，传福音。咱毋是要传一间教会，也是讲传一个人的名。咱要传的即个福音，所以要传福音上要紧的，就是咱来了解福音、明白福音，才当将即个福音来传出去。但是传福音，吼，嘛拄着一个困难，就是即个时间愈久，吼，时间愈长，吼，即个福音会当继续伫即个所在，继续在这边开花结果，敢有法度？这原来是爱靠上帝的工作。拄则讲即个1999年开始的非洲的大复兴哦，吼，迄阵佫有即个杂志咧报道，吼，讲100万大复兴，每一场的报道会拢是100万，吼，迄阵我是咧读神学院，吼，当我看到讲哇，有即种代志，吼，竟然有即种的福音布道会，吼，一场拢是100万咧决志，100万人在决志，认为真困难想象。但是要请问的是讲，这个时间过20几年，请问现在的奈及利亚变做是啥物款呢？所以我就最近过去上网去找奈及利亚的教会。奈及利亚教会呢，即马原来非常的复兴哦。左边这张的礼拜，这个教会是一个5万人的礼拜堂，黄色这张会当坐5万的人。一个礼拜日4场的礼拜，每一场礼拜都坐满人，所以这个教会有偌济人。20万，但是他说他们有30万人，因为人太多，没有办法进来做礼拜。右边这个教会更厉害，他也到处开拓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是跟体育场还要大好几倍，比足球场还要大。这个教会因的会友，统计起来有300多万的会友，300多万的会友，因爱设法每个礼拜爱救因这些人，所以这只是里面，如果看到外面还有停车场。迄停车场真正停到那密密麻麻，人要进去呢，就好像看到以前那个要进去韩国的教会赶快。这是伫这个非洲，今嘛逐礼拜还在发生的事情。所以非洲奈及利亚，这个所在非常的复兴。20几年前，25年前，奈及利亚就有一个牧师，伊伫非洲叫信心充满，上帝就感动伊，来到伫台湾的台南。我伫台南是做团队阵，嘛拄到这个牧师，欧人牧师，这个照片我还帮他调了亮一点，好不？无你真正看不到他的脸哦，我帮他调亮一点，我去参加伊的迄个聚会阵呢，迄阵我准备做团队，然后去参加迄个伫东河东山的东河。这个郑坤的故乡啊，伊迄个去迄个礼拜堂要聚会，好像透早去入去呢，听到内底祈祷足大声，祷告很大声啊！我想那遮早就遮侪人拢来祈祷，结果进去里面一看，只有一个人
就是伊吼，即个医美牧师，伊一个人伫遐咧祈祷，规个礼拜长的即个台仔前，然后伫遐大声祈祷，足大声的祈祷，互我印象足深的。吼，甚至呢，吼，伫迄个报道会中间，吼，伊讲的信息虽然拢真简单，但是伊大概讲到了，就开始为病人有判病人祈祷，也是有需要人祈祷，吼，你就看到足侪遮的信心充满，吼，真侪人安尼受感动。伊讲，吼，伊最近即个基督教今日报在甲伊采访，吼，这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吼，采访他。伊讲为什么即个非洲奈及利亚会当遮尔复兴，一直到当？伊讲有4个原因，头一个就是上帝话溃烂，第二个就是爱长时间的祈祷。因讲因伫非洲的祷告会，咱的祈祷会是一礼拜几届？一届，礼拜天一次，礼拜三一次，礼拜天还有会前祷告，安尼2次。好啊，如果我们每天有共读，前面还有祷告，好，这嘛是祷告会，好，安尼就有很多次，再加上小组。但是讲因的祈祷会呢，好，因的平均。好，拢是安尼5点钟，5个小时。好，因的祈祷会拢是5点钟在祈祷的。好，安尼遮长的祈祷，好，就是在操练大家会当同心合意。然后伊个讲，好，因受到真多的困难甲挑战，很多遮的回教徒、穆斯林、伊斯兰，好要来迫害基督徒，但是愈迫害基督徒的比例越高。好，即马是49跟51%。好，基督徒在奈及利亚是49%。所以伊看去讲，吼，愈受到迫害，但是呢，遮个信徒的信心愈坚固，吼，愈徛在，因也愈坚信。最后伊讲到，吼，因伫非洲就是爱持守，爱保持，吼，英语就是爱 keep， 爱将即个复兴，将即个上帝的救恩甲作为，爱甲伊 keep， 爱甲伊留着，毋通互伊无去。咱咧台湾160年前，吼，嘛是对宣教师带来的遮个福音，吼，带来台湾真侪遮个复兴。咱嘛看到，因为福音的缘故，台湾的教会开始复兴，基督徒的信仰人口开始增加，开始有病院，开始有教会，开始有学校，吼，然后一直来影响。但是咱有将伊好好甲伊 keep， 有好好甲伊保持无？好，所以这个是复兴的关键，就是爱将福音甲伊保持，爱甲伊持守福音哦。所以咱传福音有真侪的方法，好，但是不管咱是用哪种的传福音，上要紧的，就是爱互人会当来介绍、明白、了解耶稣是啥物人，耶稣安怎成做咱的救主。好，所以经过我做牧师安尼20几年落来，我感觉传福音上介好的方法，吼，就是带伊来上课。好，所以这本的 A1 初信造就，吼，真正是我呢做牧师、做传教者，吼，安尼遮久的时间，我认为你要甲人来分享的，就是通过安尼内底的课程甲内容，有系统的、按部就班的来介绍给他知道，等伊明白，等伊了解了后，伊就知影为什么爱信耶稣，为什么叫做得救？什么叫做得救？什么叫做圣灵充满的生活？所以传福音就是一个证明耶稣是基督的运动啊！好，咱讲一解，传福音是证明耶稣是基督的运动。耶稣嘛捌问讲，人讲我一罪，好，遮个人四周的人学生去传福音，人在问讲耶稣是一罪。遮个学生就讲老师啊，有人讲你是先知，有人讲你是遮个以利亚，有人讲你是行洗礼约翰，讲真多。但是呢，一遍一遍安尼问到最后一个标准答案，好，啥物人回答的？彼得，好，彼得讲，好，你是基督，是因我上帝的囝，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甲伊讲一句：你回答得好。这个话唔是人甲你启示的，就是唔是人教你的，是信心，是上帝甲你启示的。然后耶稣佫讲一句话，后壁迄句话讲啥物？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互你，好，教会要起伫你石盘顶，好，阴间的权势袂当赢过伊啊。所以彼得伊因为信任耶稣是基督。伊就得到一支天国，会当拍开天顶的门的锁匙。所以当咱来明白耶稣是基督的时阵，
咱就当拍开天顶天国的门啊！好，所以甲咱隔壁兄弟讲，明白耶稣是基督，就当拍开天顶的门；明白耶稣是基督，就当拍开天顶的门。好，咱有拍开，咱有即支锁匙无？就在地，咱是毋是有好好来明白耶稣是基督？今日牧师要通过四道形段的四个经节，40个经节，来互咱看初代教会信心充满，因安怎来明白耶稣是基督？这个运动不断的传出去，传出去了后，直到这个天国的锁匙，就一支一支的拍锁匙，互人拢当第这支锁匙，直到因进入天国为止。头一段圣经是咱顶礼拜有读过，咱搁来读一摆第2章的36节，请恁甲伊定十字架这位耶稣，上帝已经任命伊做主、做基督。所以彼得伫5旬节迄天信心大充满，伊就来介绍这个耶稣，上帝叫伊成做咱的主，就是基督。所以伫即个信心迄天，信心降临节迄天，信心将天顶的代志传来家伫世间，保护地上的人来知。所以遮地上的人120个核心门徒，因着用15种以上的遮个言语来讲起上帝伟大的作为，就是耶稣已经成做基督。即阵互遮的人所传的人，对象是啥呢？对象就是敬虔的犹太人。因伫5旬节来到伫耶路撒冷来守节，好，包括遮个咱今日读即个非以索比亚即个太监，伊嘛是一个乌人，总是伊嘛是一个犹太人。第2位圣经，跳到第5章的42节，咱做伙来读。因踏入伫圣殿甲人家厝继续传基督耶稣。底下讲，他们每日在圣殿及家中教导耶稣是基督啊，所以因呢，除了伫遮的敬虔的犹太人伫圣殿底讲道，伊嘛到倒位？到人的厝内底，就是遮信徒的亲人，信徒的亲人。所以传福音，要传的福音是对遮伫圣殿内面伫上帝面前敬虔的人。然后，这个福音就对这敬虔的人，到因厝内底的人，所以咱咧传福音的对象，就是咱伫教会得到道理，煞者爱到谁来传福音？厝内底的人，甲咱生活做伙的人。所以咱传福音，伫台湾最近这个幸福小组，咱的教会嘛捌使用这个幸福小组这个教材。这传福音就是甲咱亲人、四周的人来甲因分享做见证。然后，互因得到感动，这个感动的过程，就是一个甲信心在做工，甲信心在斗阵，在分享这个礼物，上帝要互人的礼物，一个过程。所以，通过这个小组，一摆一摆的组织甲邀请，会当互未明白耶稣的人，会当伫短几个礼拜，2-3个月中间，因就当来明白耶稣。然后，咱搁看第3位的圣经。是伫第8节，第8章的40到50节，咱做伙来读。遐个分散的信徒去逐所在传道，腓立去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对遐个人宣扬基督。这是咱昨早起所读的。腓立，伊对耶路撒冷离开，去到伫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啥物人呢？撒玛利亚就是甲遮犹太人关系真歹的人，但是因为教会受到迫害，因就爱必须出外。出外的时阵，虽无因甲遐人无关系唔好，但是呢，信心的工作嘛，互因将即个犹太甲撒玛利亚人通过即个福音，通过耶稣是基督，因会当做伙斗阵，然后开始有教会的生活。第4位，是今日咱所读的圣经节，是明仔载要读的第9章，咱做伙来读22节。扫罗愈讲愈有气力，证明耶稣是基督，互住伫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无通辩驳。咱看到这4位的经节，第2章、第5章、第8章、第9章，福音安尼传出来，拢有同款一个这个动作。同款的代志，因拢在证明
耶稣是基督。总是到这个大马色，就是大马士革。这群人是什么人呢？因是唔拿关系唔好，甚至因阁是起来反对基督徒，反对耶稣，反对教会这个犹太人，甲因结冤仇啊。所以伫这个使徒行传，咱有看到司提反安怎受到迫害，就是这群这犹太人，因呢针对这教会所传的耶稣基督真无介意。所以，因就叫人用收买的方式，用假见证来陷害是基督徒。但是，咱将这4位的经节给倒起来，当第2章，因伫耶路撒冷，这群人是敬畏上主的人，因知影耶稣原来是基督。到第5章，是伫犹太全地，这教会行教会的人，甲行教会的亲人。因嘛得到道理，伫圣殿甲伫厝的内底来教导耶稣，就是咱的救主，就是这个世界的救主甲基督。然后到伫第8章，去到伫这个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这群人虽然关系甲因真歹、真毋好，但是因犹原伫迄个所在来见证耶稣是基督。到伫第9章，因去到伫大马士革、大马色。到伫迄个所在，人拢起来甲耶稣来反对，但是因犹原伫遐来见证耶稣是基督。伫遮咱看到传福音，你有4种的方面。头一个方面，你会当甲对上帝、相信上帝的人来传福音；第2个是甲你四周的人来传福音；第3个，你嘛爱甲你关系无好的人来传福音；第4种，甚至就是有人来反对耶稣。你嘛爱甲伊来传福音。过去即礼拜，牧师甲协会的总干事，甲即个赵福元，去到即个龙安街，去拜访伫遐一个社区。即个社区伊在做据点，做20几年，做了非常的好。这是一对一个兄弟啊，因拢是拜土地公的，因为因兜就开一间土地公庙，伫即个龙安街的黄昏市场的边啊。因呢，就是因做即个据点的做善事，做了真好，所以逐工呢，即个大兄70几岁，拢骑机车到永和市场买菜，买鱼啊，买肉。然后呢，回去煮，家己煮，煮互遐据点遮长辈食，安尼煮20几年啊，煮20几年，所以迄天阮去参观，伊嘛甲阮留落来，伫迄个所在，甲因做伙咧食。然后伫迄个所在，伊知影阮是教会，因为咱教会志工队20年前，就是邀请伊来做咱的讲师啊，所以我甲伊介绍讲，这个理事长，20年前我有邀请你来当我们讲师，伊就知影，讲就是中华路那个教会。一开始，伊会对咱就讲因为知影咱是教会，但是因会感觉得，你们是教会，阮是拜土地公的，无共款的，不一样。但是阮用这个社区的据点，关怀的据点，安尼来分享，安尼来交换的时阵。到尾啊，伊就甲阮讲真多啊，阮们已经说要回去了，还把我们留下来，叫阮底下食饭，还带我们去参观，然后还给我们介绍，真正在那边就有建立了关系。虽然无伫迄个所在祈祷啦，但是有伫迄个所在讲讲欢迎他们有机会也能够来中华路这边来看一看，来看一看。我用这个呢，就是讲传福音，有时候是从我们个人身边的人。但是有时阵，有一寡人跟咱的关系无好的时阵，我们要不要跟他传福音？这是圣灵的工作。撒玛利亚人跟这犹太人差不多600年，600多年都不相往来，无咧斗阵的。耶稣去的时阵，因拢跳过袂行遐。耶稣还去撒玛利亚的井边，甲一个妇人人，甲伊讲：我就是活命的水，令我永远袂喙焦。耶稣嘛是甲因传福音，但是信心的工作，就是爱遮的使徒，去到遮甲咱关系无好的人，会当甲伊来传福音。请问，咱台湾人甲什么人的关系无好？甲对面的人，真的。但是呢，最近这礼拜有一个网红，伊咧去做这个网红之旅，但是他不是去传福音啊，伊可能有其他的目的。
但是咱有机会接触伫遮甲咱关系无好的人，咱嘛爱记得信心在感动咱，嘛爱甲因来分享这个好消息。甚至有一个所在是完全不欢迎教会、完全不欢迎基督徒的地方，要不要去？也要去。嘛，上帝嘛会派人去遐来传福音哦。所以伫奈及利亚过去真侪宣教师袂当去遐，认为讲在那个地方都是回教徒、穆斯林，怎么可能在那边传福音？怎么可能在那边建立教会？30年过去，奈及利亚的教会的盖起来礼拜堂，可以说是世界上数1数2最大的教堂。30年前没人相信了，但是今天我们都亲眼看到，亲眼见证。耶稣，伊讲，咱个第3摆，来读这个经句，使徒行传第1章第80，请毋辜信神临到恁的时，恁会得到能力，伫耶路撒冷、全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天边海角，为着我做见证。这4个所在代表咱的人生中间，时阵是敬畏上帝的人，有的是行教会亲人朋友，总是嘛爱传福音，互甲咱关系无好的人，嘛爱传福音，互遐反对耶稣，甚至是夜香拜拜的人，咱嘛爱甲因来传福音。信心的通过伊的工作，甲伊的作为，会互咱来行出每一本无同款的使徒行传。咱若是伫迦南教会，咱就是迦南行团；咱若是伫桃园教会，就是桃园行团；若是伫中立，就是中立的行团。会当看见信心安怎通过遮个在地的人，甲因做伙来见证耶稣是世界的救主。伫末日，上帝要来行遮个奇异的事。一开始有讲，检彩是地上的战争，检彩是地动，即礼拜有地动，加在只有摇一个安尼。但是每一摆地动，嘛是甲咱提醒末日要接近啊！世界的世界的末日接近啊，就爱安怎警醒？就是爱警醒。咱就爱做准备，毋通无准备。因为伫末日有地震、有战争、有遮个无疼心的代志，但是咱就爱坚持吞忍到落尾，才会当得到救。这就是信心要来到伫即个地上所要做的工课。所以最后结论来看，信心甲教会做伙来传福音做见证，互咱伫教会有新的活命，在基督里面的新生活。目的是最后这3项。头一个就是咱伫教会爱诚做新创造的人，甲隔壁现在讲，伫教会爱诚做新创造的人，伫教会爱诚做新创造的人。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7节，黄色，咱做伙来读。安尼，无论什么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大拢变做新的。所以来到教会，咱爱知影爱解旧，才会当换新。爱看到咱家己旧的迄个部分，即个旧的，就是咱无互耶稣交互耶稣。比如讲，顶头有讲白贼的，毋通阁讲白贼；贫惰的，毋通阁讲贫惰；奸淫的，即个误会，毋通阁奸淫，毋通阁误会。就爱伫耶稣基督内面来活出一个新创造的人。咱要甲人来传福音，来分享这个新创造的人呢？伫这个第19节，有真好的一个范本。咱做伙来读19节。阮所传的信息是安尼：上帝通过基督，互世间人甲伊和好，无搁追究因的罪过，搁将这个和好的信息交托阮。所以咱要甲人来传福音，介绍耶稣是基督。咱来参考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9节，这就亲像约翰福音3章16节同款，就是这个是一个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互世间的人会当甲伊和好，无搁来追究咱的罪过，互咱会当甲主和好，来到伊的施恩宝座前，这就是福音，这就是通过耶稣所得到的福音。第二个就是爱互听上帝人得到利益，咱做讲一解。互听上帝人得到利益，是出自罗马书第8章的28节。咱赶快来读黄色的28节。
咱知万项事互相运作，互遐个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所以福音就是互人得到好处，得到利益。咱看见福音传到伫台湾，不管是400年前的西班牙人、荷兰人所带来，还是160年前英国人、马雅各医生所带来，这个福音带来到伫台湾，真正拢互咱台湾人得到好处。咱嘛爱将这个福音，毋是叫人只有信耶稣，嘛爱叫人来得到利益，叫人来得到好处。咱看到人在艰苦、在破病，福音传互伊，记得安怎？为伊来祈祷，互上帝来医治伊的病。那看到人伫经济拄着困难，毋是讲钱摕来帮助伊，是来为伊来祈祷。因为彼得甲即个约翰伫使徒行传帮助一个乞食变衰的，伊咧就是经济歹，因为骹歹经济就歹。但是彼得互伊骹阁勇行起来，伊就无需要搁伫遐来讨趁，伊要搁无需要伫遐来做乞食。伊就让家己出去来讨趁，伊的经济就会好起来。耶稣的福音就是要帮助咱，互咱的生活会当过了丰盛的生命，而且是更较丰盛的生命。所以福音是要叫听上帝人得到利益。第三，福音是要用达款的智慧来宣扬耶稣。请咱过一解，用达款的智慧来宣扬耶稣。传福音。有时阵毋是敢照本宣科，那照本宣科，真正上一本圣经回家自己读，他自己就会相信，无可能。咱就要用达款的智慧来帮助伊。哥罗西书第1章28节，安尼来写，咱来读黄色的28节。所以，阮对所有的人宣扬基督，用达款的智慧来劝诫，佮教示众人。通互所有伫基督内面正做信实的人献互上帝。遐讲宣扬基督头前是啥物人？对啥物人宣扬基督？所有的人，所以毋是只有传互遮的你较会晓来行教会，你会晓来决志，甚至就是反对耶稣，伊一世人拢无可能进入教会的人，咱嘛爱用达款的智慧来劝诫。佮甲因教示，互因通知影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这三项就是伫教会爱正做。头一个是啥物人？新创造的人。第二个来到教会就爱互听上帝人安怎？第三，咱伫教会就爱安怎？用达款的智慧来宣扬耶稣。虽然五旬节是顶礼拜，但是每一天当咱甲信神做伙。每一天拢是五旬节，阿门。甲你隔壁人讲，每一天拢是五旬节。每一天拢是当为耶稣来做见证的日子，阿门。只要咱带着信心，你去到伫什么所在，不管咱是伫桃园、伫八德、伫大溪，还是伫倒位，咱拢去到迄个所在，咱拢有机会会当为人来做见证。甚至你看到一个会友坐伫遐，看伊油头甲面，看伊心情郁卒，当你甲伊关心了解，你会当为伊来祈祷，奉耶稣的名为伊来祈祷，奉耶稣的名为伊来祝福。检在后壁，即个艰苦会当解决，袂当解决，这是上帝所要决定的。咱会当做就是信心同家人，会当来分享耶稣的好消息，互伊知影，毋免绝望。毋免郁卒，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耶稣会甲咱救，耶稣会救咱，耶稣会救咱脱离一切的艰难，耶稣会救咱脱离一切的灾祸。不管7月，今嘛是7月几号？我是要讲说那个一个预言说什么世界末日，7月5号对，7月5号。好，不管世界末日是不是7月5号，好，那是7月5号呢？我最近常常收到一些牧师，不是一些外教派的牧师的 line， 好，讲赶快去买什么电池啊，赶快去买什么黄金啊，好，赶快呢去买什么啊，好，然后一天到晚就要传讲战争，好，准备一触即发。我发现有的教会充满这样子的言论，充满这样子的宣传。
好，这不是歹代志，好，但是也不要过头的烦恼，好，过度的恐慌，好，因为就算7月5号发生没有发生，我们都要去见主耶稣，咱都要去见耶稣。但是要准备的不是只有准备在地上而已，爱准备的，好，是咱伫准备伫天顶有什么款的报赏。好，我们就算准备再多的黄金，好，准备再多的粮食，好，你也当那边好充电设备，哦，正经爬来，你也当活3个月，甚至可以活3年。3年后呢，好，30年后呢，300年后，嘛是拢爱去见耶稣。真正爱准备的是咱伫天顶，所以是咱伫地上所结出来的这个性命，所以咱就爱抓条传福音的机会。咱若是真正战争，也是真正莫讲一直讲战争啦，好，就是讲真正咱的人生，上帝要调咱转去，咱就袂当搁传福音啊。那真正上帝爱咱来离开这个世间的时阵，咱想要搁传福音就无有机会啊。但是今日上帝留咱的性命，互咱伫这个世间有读圣经、有听道理，搁会当甲人来分享，这拢是一个真好的机会。望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无看到传福音的艰难，传福音不是钱，不是靠人，不是靠资源，传福音是介绍人，耶稣就是基督，互咱明白耶稣就是上帝的囝，是永远上帝的囝，会当救咱脱离一切的艰难。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因为阮已经知影耶稣是上帝的囝，是阮的救主，是弥赛亚，是受膏活的。阮也要将这个耶稣甲阮四周的人来分享出去。虽然有的时阵，阮的别人会拒绝信这个福音，总是阮就爱好好用各样的智慧，阮就爱好好来改变阮家己，有一个新造的人的样相，有一个耶稣基督的香味伫阮的身上，互人看到阮，就知影这毋是阮家己，是上帝改变阮。上帝赐福予阮，是上帝甲阮的同在，阮才有这种的信心，才有这种的信用，才有这种的气力，会当来见证耶稣。求圣神帮助阮，互阮得时无得时，互阮每一日拢会当用智慧为耶稣来做干净，直到耶稣基督对天过来。阮的恳求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述回应的诗歌，圣诗166首，主伫基列有香乳香，请起立来吟全首。就像心灵的河。
咱要做来以前，甲咱隔壁兄弟讲，信心帮助咱，互咱见证耶稣是基督。信心帮助咱，互咱见证耶稣是基督。请坐。这是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有即个恩典，会当来到圣殿来敬拜你。主啊，你是阮的大牧者，由你手使阮有智慧来传念耶稣。即时，阮奉献你所手使的金钱、时间、才能，求主感觉。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要来请副村长老来报告。副村长要报告以前吼，无事先来介绍即个江中德兄吼，甲伊的后生于涵、查某囝婕妤，还有查某孙，咱请伊站起来吼。即个中德兄的太太，咱先拍拍来欢迎伊。伊的太太阮凤姐，伫2礼拜前，伫即个台大医院来过身，总是伫顶礼拜，就过去即个礼拜，已经来办即个个别礼拜日念甲安放，伫即个三界天品山庄，所以今日中德兄、甲于涵、甲婕妤甲查某孙，阮凤的查某孙，特别伫咱的中间，要来甲咱大家兄弟，甲所有服侍同工来说多谢，所以也请用一鞠躬，来向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致意，请多谢，咱嘛继续来关心这个家庭，愿上帝让继续看顾，甲扶持，请坐。好来，咱那个有了是囡仔新来的无？新来朋友无？无咱来做来关心教会的集体来。好，下一页。咱今仔是教会总会事工奉献主日，咱来关心甲着大道。咱设教60周年，做咱的奉献目标，做是200万吼。咱今仔日伫楼骹迄个1楼即入住口遐吼，搭一个会当签名的啦吼。咱请牧师来报告好来。伫咱的楼骹入来门口有一个咱的换的即个相片是咱60周年，60周年咱遮个活动的相片有诶已经办了，有诶还未办但是咱嘛有将咱过去教会10周年对于还未出来对于伫桃园教会的照片，迄阵个嘉南甲龟山迄遮个会友佫有对咱开设的即个相片。
10周年、20周年、30周年、40周年、50周年，即马差一张60周年的相片哦。好，但是咱同计才会活动，好来看去过去这60年，上帝安怎带领迦南教会，好咱有一个200万的奉献的目标，好，所以咱有400个格子，好，这400个格好，你来签一格，好，就是讲愿意来奉献5000块安尼，好，5000块，好，所以咱看咱个人的这个感动，好，你要一个人一格，一个人2格，3个人一格，好，4个人1格，好，都可以，好，就是甘心乐意。好大人囡仔好，拢真欢迎。好咱这签名呢，奉献呢是无时间，好，免讲一定爱赶伫今年。好，最晚在什么时候呢？好，最晚就是这张图摕落来以前啊，好，应该这张图可以放到社教70周年啦。好，所以社教70周年进前吼，这5000块你签几格吼，家己奉献互教会，好，互咱会当来办这活动来庆祝，好，安尼就会使。好，总是呢，好，这个奉献，好是帮助，互咱会当来感谢上帝恩典，好嘛，互咱会当继续统计这个基金，好，统计这个事工的费用，会当继续来帮助，好，未来到伫教会，也是咱会当来传福音，好，这个对象会当做伫这个福音的事工，好，较需要，好，所以请咱大家，小咱礼拜煞以后，好，咱就当开始来签名，好，多谢。好咱6月29吼1点咱有迄个核心同工的即个研讨会吼，是请咱的中级区长、校长、队长拢来出席吼。咱是要检讨顶半年，甲来牧师的报告，明年度的事工咱要来规划吼。所以讲咱这核心同工拢来出席吼。好，咱若做8月初9到8月16吼，有一个领袖教方会议伫咱教会第1届办吼，咱拢请牧师来报告。好，咱的周报业这个 DM 啊，内底有咱完整的13场的课的这个讲员，好，这个讲师的介绍，好，所以这个随便这个报名费呢，要1700块啊，好，但是咱若是迦南教会的会友啊，好，咱有补助500块是全勤，好，就是在13堂课啊，好，就是4个时段啊，4个时段，好，2个礼拜6，好，人拢有参加了，好，安尼咱会退500块，好，会退500块，但是有限名额，好，咱总共是80个人，好，拢总是80个人啊。好，所以咱欢迎咱的兄弟，但是爱是甲咱的会友才有补助这个500块。好，另外呢，好，咱伫这个领袖高峰会，好，这顶头有介绍，好，咱除了上这个课，好，你嘛摕到一本这个好很精美的课本，哈，这个课本，好，内底拢有将这所有这个讲师的课，好，拢有做这个讲义。好，所以咱来上，好，你就专心来听，好，麦当来写笔记，好，然后咱麦当有这个同工，好，已经为咱来准备，好，很这个丰盛的茶点，好，还有真赞的这个爱餐啊，加这个中餐，甚至还有一个好很特别的纪念品啊，好，所以这个机会难得，好，所以鼓励咱兄弟姊妹会当把握好这个机会，踊跃来报名。报名的方式，好，就是当来扫这个 QR code， 伫这个 QR code 的顶端，好，就当来完成这个报名，好，多谢。好来，咱7月初6有咱第4遍的洗礼吼，咱若要洗礼，请咱的区长、小组长来报名。特别是你若信仰个别，就是讲你细汉的时就洗礼，你也袂即个部分，咱会当更加欢迎啦吼，更加欢迎，较紧来洗礼吼，来。好，咱7月到8月爱餐吼，因为咱人力的问题吼，咱暂停啦吼，暂停互即个膳食组吼，因去做一个思考甲调整吼，看。要安怎来处理会更较好势吼，来恢复即个爱餐，好来。咱第3季的服饰表已经带入楼骹吼，你若有需要调整的，你甲看者咱打即个干事啊是打中医长老来讲吼，好来。咱今仔日下晡1点吼，伫迄个606教室有一个桌游的教学吼，咱有咱即个60周年内底有一个桌游比赛，所以讲你有人。听到这桌游你有捌参与过？你有兴趣，你就去605教室，伊会伫咧教你讲要安怎来算哦，欢迎你参加报名，好来。咱有一个社区讲座，就是6月1110点半到12点吼，主题是讲常见的甲状腺疾病吼，邱思汉医师吼，咱欢迎咱会当上线吼，上线来参加。好来这个台语的朗读比赛吼，咱是6月30额满为止吼，咱比赛日期是报名到6月30啦吼，比赛到7月20，这个重点是
大人的名额盈满啊，大人你毋免报名吼，啊，但是小朋友的吼，小朋友甲中朋友吼，就是这大高中以下的吼，高中以下，这还佫当报名吼，较鼓励咱厝里的细囝来参加，啊，大人就免啦吼。好来，好下一页来。好，啊，咱环岛之旅吼，啊，第三梯次咱的报名是到6月27拜五截止，啊，目前还佫有9位，吼，还佫有9位，啊，所以讲咱会当较紧的，啊，咱第二梯次吼要出来啦，吼，第二梯次要出来，已经额满啦，吼，啊，咱第三梯次的，你若有意愿，啊，你若时间会使，啊，你就开始来报名，吼，好来，好，啊，咱来看今仔这个金句来，咱来谈两遍吼，第一个来，所罗南讲哪有来证明耶稣是基督。我住伫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无通辩驳。使徒行传9章22节，搁一解。所罗讲哪有来证明耶稣是基督？我住伫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无通辩驳。使徒行传9章22节以上。请咱做伙来吟上咏圣诗388首，荣光归圣父上帝。吟诗线，请陈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来吟全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行是神三位一体，在地地现在地地，将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甲疼痛、信心的感动甲充满，甲恁众人送到地地，互恁得到信心的溃烂，会当伫达所在为主做干净，证明耶稣是基督，互人通得救，对即时到因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今日礼拜到这，咱互相请安，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平安。